收入浮動設計師嘅第四個例子係一位設計師，同一般上班族唔同，佢最大嘅問題唔係收入低，而係收入唔穩定。有喺月份接到多個項目，收入可以去到3萬，但係淡季嘅時候，收入可能跌到得18000左右。但係信用卡同分期供款卻係每個月固定要還，佢哋總欠款大約25萬，主要係信用卡同分期付款。如果繼續照原本合約供款，一遇到收入低嘅月份，就好容易出現斷供，甚至拖欠。經過詳細分析，喺過去一段時間嘅平均收入之後，DRP 為咗設計一個較保守嘅方案，將每月還款定咗6000蚊左右，還款期為42個月。呢個安排嘅好處係，就算遇到淡季收入下降，仍然有能力供款，避免因短期現金流問題而影響整個還款計劃。對於收入唔穩定人士或自僱人士嚟講，DRP 嘅價值唔係壓到最短年期，而係設計一個行得完，唔會中途出事嘅方案。